拜一个来，即摆对神主拜拜，甲伊讲有请咱即个看门天吼，希望保佑甲伊插做咱神主呀。咱即摆即个看门天要来甲伊排场到热烈，请大家准备者吼。是为看咱较无起啊。有时安怎看无起？伊讲哦，你咧做电头，其实这种东西哦，你若无有坚心的人去做，别人嘛唔敢做啦。叫你我的你就唔敢。我为着生活，一定爱找头路来做，维持这个演员，互伊有饭通食，互伊三顿会当过。我以为我已经累了，无法再回头，没有目标的翅膀。我试着飞越那扇窗，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同志，中先到，中先明天到，中先就是到，并无能来接到。咦，到安尼你手嘞，你手啊。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为别人看我目眩目光，昂首飞翔。行路岭，牛皮路家互伊水无行路岭，牛命路家互爸无行路岭，牛干路家抢山毛，牛塘路北风小乱家小山行路岭，吼嘿吼吼，台湾啊，吼嘿吼吼，大家报道。老师走在这里啊，然后深呼吸哦，真的感觉好舒服。哦，对，因为刚下过雨，还有早上的阳光出来，芬多精跟阴离子都非常丰富，你会觉得很舒服。难怪我看到好多年长者一直来，都是来这边养生。那老师，你觉得整个溪头啊，你觉得最漂亮是什么季节？溪头四季都美。时时都美，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都很美。它曾经是台湾人票选出来第3美的地方，就是溪头烟南。所谓的溪头烟南就是溪头，它是一个本基型的地形，然后三面都是高山，只有一个向北的浊水溪，那浊水溪的支流北势溪。那过了午后，台湾海峡水汽慢慢由浊水溪口上来，那形成那个水汽烟雾，就会在这里这样子，在高山里面这样绕，这是溪头最美的溪头烟南。虽然在海带本文明嘅冲击和改变是长久的，啲所有嘅梯图还有走态水都不能你看清楚。头摆讲天嘅生态保育工作，今日都听说变做国土安全嘅重要政策。海头伫100年前就去建设立嘅省纳实验中心，境内150人搭嘅实验林体。要提供嘅台湾地区林业资源嘅保育方向，含遵守国土保安政策嘅重要根基。伫自然资源破坏强嘅21世纪度，好好对待山呐，对台湾来讲，要是做得讲，可能还研究。
在台湾啊，大部分的竹编哦，迄味道用日常生活来做的，像个林啊、竹篮啊、蒸笼啊，那就全部就会动使用的东西哦。不过到南投啊，有一些中医的工艺家，佢将传统的竹编，然后印尼的时尚流行融合，佢希望哦，在台湾的沙基啊，行上于国际舞台的世界啦，印尼台湾的竹嘅，乜做得向下表上于国际的舞台哦。老师，这个也是你的作品吗？这个是2个设计师，那他们设计一个是杨妹妹的造型。对。那这个杨妹妹的椅子很特殊，它是用宝青竹做的。对，我刚发现在这个对里面，在这个空间里好像没有看到这个颜色的竹子。对，这是比较特殊、经过处理的一种宝青竹。我问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他说苏淑英先生中医研究会的成员，是接受国内中医大师王图山和王宜春的指导。按多年来，因为参加工艺所3万推崇的传统工艺和现代时尚的媒合，本期的竹编技法有个超越时间和新旧的组合。2008年，代表台湾竹编时尚品牌的伊参加法国举办的假实展，苏先生的竹编作品《本部》将设计师朱玉云的创意完全呈现。韩国本世界重新认识算是台湾的竹编技法。这件作品啊，要变作几万件参赛的作品中，请感动人的艺术产件之一。不过，苏先生哦，请本人强验的啊，唔但将迄其的竹编技法，其学习的过程还较感动人。拿了一堆，但是有一个比较厉害，我发现在这里面呢，会看到一些有一点向上延展的感觉。像这个椅子啊，这个就是那个鼎鼎大名很有名的那一把椅子。这个是在那个巴黎，他得到一个最佳行动奖。还有得到红点奖，第2年红点奖。红点奖。对，最佳行动奖，它的意思是说，你很美，你美得令我的心都碎了。美到心都碎了。所以老师，这个啊，它是有一种这种一根竹子，然后这样延伸上来，然后在这里应该是生长。对，然后在这里又汇集。它其实是一个感觉像你刚才说的，从竹子从底下这样长出来那个概念，真的是这样。对，没错，让你说对了。让我懵到。我们给它设计的时候，就是给它弄2种编法而已，一个是底部这个自由编织法，这个自由编织。这个是自由编织啊。你看它是很乱，其实它也要有一定的程序，要慢慢的铺，它才能整个这样很均匀。另外一个是表面上面这个叫6角孔穿花边，一个是里面有一个大竹片，这个是先要编这个比较厚的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先编这一层，在中间再穿插一个6角孔。6角孔它基本上是3的元素，它是3个竹片编成的。对。那这个椅子它是3的角，那整个元素是配搭的，就是一套的元素都在上面，才不会觉得说不相容。那像这个旁边的这个部分呢，因为我看它真的很密实。对，然后包括这个从这边看到的这个都是藤绑，对，所以它除了有那个竹编的工艺，它还有藤的工艺。藤编一般是我们传统工艺里面，它会用到收尾修刷的时候，我拿一个给你看修刷就是修刷那个结束了，就是要把结合的地方比如像这个也是修刷，所以我们都会用藤来做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那藤跟木其实是藤木竹，其实是用钢一根，很好朋友。对，其实是能相容的。那你说修刷的意思是说，如果把这个除掉，这个底部的地方是？对，你会看到一些就是不好看的，你必须把它遮盖住。一般设计的东西修刷是不能修刷厚，我就会不完美。但将喺树面嘅方式，只有电刀插、波浪fin也就5种以上。行家啲欣赏嘅作品度，除了动占到嘅竹编工艺之外，时尚感和艺术形式嘅表现，都用竹嘅那种万难看得到嘅材料，展现出超越传统嘅可塑性。其实咯，喺35岁以前，竹编那种传统嘅工艺，差唔多同苏先生冇乜嘅关联。过后。就算苏先生的老公陈国民拜师变做新传太师王图山的学生的，苏先生行喺了西镇度开得一间小小汉堡店的普通人家。1995年，
陈国民先生被外交部派到几内亚比索，教当地的人发展竹编工艺。听下戏的苏先生，在有限嘅时间，将正经上海行竹编技法这条路。2006年，佢用传统乱编法，老铁有嘅创新美学，拿到台中市泰屯美展工艺类第2名。对佢戏是要行上嘅竹编创作之路。这个也是乱中有序编，只是用整片好多片竹片。这是一片一片的竹片、啊。对，每一卷里面大概有10几片，它有的5、6片这样下去缠绕。那这个的工艺技法就比较属于创作性的。那如果说我一直是从事这种创作性的，基本上它的市场的那个是比较有限设限，所以我们才会转入说比较有现代感，然后它的东西是比较有经济效益的。可是这个如果要买这个，应该是价值很高吧？对，这个大概都要10几万。对啊，我有几件都是人家给我收藏。那这一件你要花多少时间？如果这一件？这个时间的话，大概2个多月，就是无眠无日。无眠无日做2个月啊，安尼是有做这休息，都要做半年差不多。有的，你一般创作品，有的是你今年就在准备明年的东西。所有工艺创作的人都清楚地看清楚，提升作品的收藏价值，就会延续创作的使命。传统竹编工艺虽然没有其收藏的价值，相对的，要较无按简单融入时尚的设计空间。故说竹编工艺研究所将有会将以按用品牌的创作。不过，传统的竹编技法用研究的时尚创作的基础，韩国。办法微型，迄讲将喺味道串起，佢就未必做得编出好嘅作品呢。当你在做这些发想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问题？久了当然会啦。我们会，你看我为什么用23工作室，你知道吗？不知道哈。23是从圣经诗篇23篇来，诗经23篇，它的意思是说我们人，要是遇到我们人生有高有低，但是你还是要忍耐。那个死因幽谷你要再上来，然后慢慢就突破。你创作的东西，你想要给它提升，一定要是在那种没有欲望啊，没有为了你创作而创作，没有为了这个东西是要卖多少钱来创作。那东西它基本上的那种美感就会，那种美感是可以体会出，但是讲不出来。老无神论者无穷用的敬爱。苏先生有一些爱菜安天的技法，老做一家不求名利的内菜喜乐。佢讲，一个正经的竹编熬鱼，手中准备的弯弯扣扣，随心做来。爱用的豉油，係講佢係巧夺天工，還唔當講佢係老竹的完全契合的發展。也就像中醫大師王土山講的，假使上西堂。你就会尝到做嘅帮虫嘅声。就迄粒味啊！哦，今日了蛮多伫尾肚。可以是咧主导诶，坐下来。无论几条係萬人，喺乜嘅背景來嘅，幾條都係你嘅兄弟姊妹。你就喺竹山玫瑰園嘅訓練中心，
焦点在雷沙休五嘅服务想法延伸出来嘅立案目的。中心嘅创办神父尤仁德，在27岁嘅时节来到这地上所嘅土地，过后佢占据伫台湾50年。半个世纪度，佢哋园林、玻璃、老竹山创立起子中心，韩国提供了条体系强土、种村、清楚度老多重障碍嘅青少年朋友，以及20条照顾嘅庇护场所。讲到流利嘅福佬话，罗神父即个少年讲：“我是正港进口嘅台湾人。”78岁嘅佢，一下头毛蓬柏，实行喺木竹当金，慈悲宽容，係我对佢嘅第一印象。但是神父，你拢讲台语啊？国语小话，国语小可，台语讲一点，玩一玩，迄款嘞。玩你都讲了北京人腔，北京的话，你哪来的是吧？那为什么你那时候来台湾？所以我要说国语、普通话，还是我要说客家话，还是说闽南话？还是闽南话，还是好老的。还是 English？English 嘛会使，我较搞。但是我较无遐搞，所以你学的语言是因为要互你方便伫迄个所在服务遮的人，所以你就学遐的语言。对。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比如讲为服务，就是智能障碍或是有一些障碍的朋友，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年纪大，那你讲想要开始服务安尼款的。因为是阮小弟嘛是做什么唐氏症，你家己的小弟，家己的小弟，所以我对这款的智能不足的囡仔，我都是有兴趣，安尼都安那甲因帮帮。按在台湾你做敢好做，有拄到什么问题？问题就一定有问题啊，唔是就。因为我伫德山的时阵，我感觉特殊班啊，特殊教育，再囡仔有一节都毕业，18岁安尼就高中毕业，嘛无可能会去大学，所以因的朋友伫特殊班的朋友就拢散去啊。所以我是讲安尼开一个所在，互因来陪伴安尼样。这是第一点的要紧的代志啊。好，你开心我就很开心哦。好，耶！只要是这样的家长，在这些过程里面，一定都曾经想要离开或者想要结束，因为那个过程啊，不会讲，就很闷呐。在竹山啊、南投甚至信义这边，没有所谓一个很固定的，或者是说，有一个很方便的机构，可以让你把孩子放在那边，而且是很安心的。我每天带他去中冲上课，我大概一个早上花2个多小时开车到中冲，然后上个3个小时的课，再回来到下午已经大概2、3点了，我都大概赶到1、2点了，然后早上5、6点就要出门了。现在改善很多，现在好很多，现在笑得出来。对啊，以前是笑不出来。我跟你去，你再带我去，佩奇，带我去。来到玫瑰之前，有同度家长的情形，然后琪琪的妈妈同腔。因为就一般来讲，大部分脑性麻痹的声音呢，自家照顾自家的能力较唔足。那就像神父讲的，要教会几条一件事，真件当难。不过就算是喺老几条做盘。对天初去做头路的野外来讲，切对做得本几条的身心得到了一个歇困。不过就算咁样，中心创立8年，玫瑰一直都基本嘅，还能坚持所有的后援都天初嘅20条带来，按部条接在去。神父，迄个时阵啊，你哪会讲要坚持吼用日托的？我还想讲。一摆伫遮住半个月还是1个月安尼？就你若是伫遮住，系啊，好，这24小时啊，就真歹做，因为24小时你嘛是爱请足侪人，
政府是上欢喜，就是讲是有所在好，遐个囡仔大。进修迄个伫边间有一个足好的所在，伫政府开的遐。有是迄个，有些是遐个囡仔都爸爸妈妈都一个月都拢无看到，安尼都，阮是感觉这是较好，上好是因来遮8点到4点都倒来厝呢，安尼都较好。家长嘛是真听因的囝。所以来遮上重要的有一个所在，反正互伊来，莫逐工伫厝的。啊，嘛上重要就是家己的爸爸妈妈甲这囡仔的感情，无用个因为讲伊安尼，我就甲囡仔拢送出去。拢免看，拢交互神父啊，真正拢做你的囝啊。都是很实在啊，所以这嘛看好。老师，你都这样自己开啊？对，带我们这些天使出来。可是要注意一下，这车子除了很古老之外，它是手排车，你会开啊？会啊。现在很少女生会开手排。是啊。那像我们现在要去学校，对，这个是。在这竹山的每一个学校都去吗？还是？其实这家是最固定的，他会固定1个礼拜给我们收。那其他的话就是他们学期末的时候，像国小的话才会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收。那这家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也都是高中生，所以他们其实我们有活动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帮我们做志工。所以其实关系都很好，跟里面的老师啊、主任、什么孩子都，他们都也很熟悉我们的孩子。这样子蛮好的哈。对，而且他看到我们比较重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主动帮我们，都会说老师要不要帮忙，我就说要，其实他们就很主动。好，到了。好了，我来帮他，我来。好，我帮你，慢慢的。好，加油！来啊，加油！我在这里等你，我帮你看着。耶！对不对？慢慢的，1、3，好，耶，成功了哦。今每年係青年中心嘅志願飛書日，其實本新年嘅學志願飛書嘅目的都簡單，就係本期條的請自然嘅狀態下停頓一下，韓國啲買志願嘅過程度。本新年的學會意思設計嘅大餅穿條人用錢，韓國建立自信。新年的做啲對呀，學會土地生活，也係去做投入麼？老神父有其親實際嘅觀點。因若是學什麼會曉做什麼，而是好是好，若未曉是哪有要緊。大部分因若是找頭路，嘛是找無。你有看到，你都什麼人會請這觀念啦？無可能嘅代志，所以因若是來遮，較要緊是因有一個所在，因有朋友，因做一個，那親像一個家庭咁款。大家庭，大家。所以老師變做因個，那親像因個媽媽是因個阿姨關係較親啦。因攏知影是，有受氣是安怎受氣，還是因歡喜是歡喜安尼都。起碼是10多年啊！厲害，厲害，耶！这倒是我们忽略的哈，因为我们可能像我们刚才很简单，我一拿到，我给你就会做了，我就这样。但是你看，面对这么多不同的每一个孩子不同，他必须要研究出不同的方法。而且像折纸箱好了，你刚刚那个折纸箱，它要怎么压？它要怎么压？它为什么不会压？很简单，我们这样子叫它这样压，它不会压，它就可以发脾气啊，它就不要做啊，甚至于跑掉啊，你怎么办？会沮丧。会，2个会抱头痛哭。真的假的？你们2个有抱头痛哭？啊，有时候就遇到，可能觉得为什么策略给这些孩子啊，他们都好像是我们不会教，还是？然后哭完了，有没有来跟神父说你不要做了？伊若不会做就不会做。啊，你那还无感情？有啦，伊故事会使，唔故事卖。其实神父他对这些孩子，他们都很关心。对啊，他是好像是爸爸，他不只是他们的爸爸，也像你们的爸爸一样。很可爱哦，有时候我们吃饭哦，因为我们都会给他就是一个规范，在吃饭你不能一直讲话，因为吃饭就是一个餐桌礼仪啊。啊，神父就说。
吼，你食饭哈啰嗦。公令哦。嘿啊，我食饭哈啰嗦。所以每一天都要这样子。对，对他来讲，我觉得咀嚼会比较安全啊，安全的顾虑，对。全部要把它剪的。没有，只有2个比较特殊的才要减食，不用每个都减。哪2位啊？那个有垫子的那2位啊，那个垫子就是他们的辅具。哦，辅具，碗刚好卡在那里面。对，就给它挖洞，老师帮他挖洞。好好吃哦，我好想吃一口。来跟我说谢谢，妈妈好。这时候我就会站在他旁边，要协助他。哦，对，你要赶快去协助他。那比较害怕是往后。好，成功。差一点点。等一下，没有做到啊，慢慢的。爱是摸不到的感觉，爱是我们小小的心愿，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爱是让真后的喜悦。可是神父常常讲的，几乎我要都走，弯的来走。走啊，没钱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最为难的地方。对啊，没有错。539。希望这一次会中奖。会中奖！神父每一次都买，他都说只要他中，他一定把钱全部都投来这边。对。这个很简单，50块一张。50块。就是80班。哦，但就80班咯，一切的话。差不多要3-4个月。假使我爱每过去年训练中心是要去协助迄物个，竟然上就唔是上，就做得老高，唔是急电送去条教学用的加拿大训练技力嘅大型乐器，要做得看判定。不过，像请嘅力，本期条做会多嘅竞争，脑性麻痹嘅声音，要做到一家接过一家，其实无简单呢。假使做得去做事做条路，家哦就会你无自己嘅希望。天数其他条没你嘅义务，不过3个年头可比神父嘅无私。那系讲神父係上帝派落嘅天使，佢就大帮唔嘅协助，变做束缚佢條嘅精力。很漂亮，很漂亮，整个绿色的层次，而且这很难想象，就是这老师说的921为桃米社区带来的一些，虽然是灾害，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做，从另外一个角度，它好像是产生一个新的力量，是对不对？所以在921之前的桃米社区是什么样子？社区的朋友那时候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话，他讲说，这是3个很贵都唔敢来的所在，很贵都唔敢来。对，哎呀，老师他都走了。所有的年轻人在那个时候的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啊，就只有竹笋，主要是竹笋，就其他的很少。对。那所以921之后，然后是什么样子的想法？让比方说像老师你们会想说要把这个地方让它有重新的生命力，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是921地震之后，我们受到社区的邀请，进到社区里面来协助重建的工作。那时候社区的朋友就跟我们讲说，假设在地震之后没有一个新的产业可以留下他们的话，他们即使房子盖好了，是要离开故乡。所以我们那时候最重要想到一个议题是说，那以这样的一个看来是最贫穷的地方、很荒废的地方，那有没有可能去发展一种新的产业？所以我们在许多的老师的调查跟帮助协助底下，我们做了许多调查之后，就发现这里的生态非常丰富。那全台湾有29种的青蛙，我们经过调查之后，这里有23种，这么多。所以你看，全台湾80%的蛙类，在这个小小的18平方公里的社区里面都可以找得到。蝴蝶也是，这里的蝴蝶也有150几种。
哇，所以这里真是生态的自然天堂。是啊，那我想这边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社区资源、生态资源，怎么转化成另外一种新的可能性，那个就非常重要。老一个去到连鬼都唔敢来嘅三拿西上，变做一个充满希望嘅小镇，就係新故鄉文教基金會13年來的桃米沙旗創作嘅典範。不過，廖家贊先生少年講，這段營造希望嘅過程，其實係佢生命經歷到嘅另外一段迷航。哪有可能？這有青蛙這有啥？這哪有可能為了青蛙人要來這佚佗？对，刚开始当然有，因为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说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其实广大了，就是说我们觉得说国外的经验里面就是有这样的可能啊。你说包括肯尼亚整个国家是用生态旅游作为它最大的国家收入来源。对，那很大的一个关键是开始试营运的时候。那我们开始有试营运的时候，我们从外面找到一些关怀的团体进到社区里面来，等于是说他们出钱来这边做初步的这个生态旅游。那我们从这个收费里面，例如说解说员，他们收到解说费的。那社区妈妈他们从这个过程里面，他学到这个料理那他们煮出来的料理给来到这里的访客来享用了，他们都收到费用了。他们就原来老师说的没有错，那有一天我们就靠着麦克风就可以谋生。其实我们是一个有累积性的发展，所以有这样的愿景，所以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知道可能性在哪里，中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架构去形成一个愿景的可以发展的可能性。先生講，桃米沙旗嘅資源一直都有，不過老所有沙旗總體營造嘅案例共用，記得就需要一個徹底自信嘅眼鏡，還有安樣嘅眼鏡係講冇辦法有眼皮嘅效果，衣服這就會從草拆開了。咩唔安呢？先生兩公婆是本應講係文化健康黨，不過聽到用熱效應嘅狂態，所有嘅衣服總算日見日冇停。我們可以接近他們嗎？哎呀，老師他都走了，那我們蹲下來，老師。我们蹲在这里看它，这样我就很滿意了。我從來沒有，這是什麼蝶啊？这主要里面有雌白黃蝶。雌白黃蝶。那現在這個地方叫蘭豐社區，蘭豐賽德克部落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落叫梅西部落。可能因為現在賽德克紅嘛，對啊，所以就叫賽德克族。那我們知道說，這個地方我們之前就叫夢湖啊。夢。做夢的那個夢，這條溪叫做南山溪。南山，對，南北的南。那這個南山溪可以說是台灣最著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蝴蝶谷。那從過去的許多的獵捕的行為他們最近這個整個社區部落裡面已經通過了這個梅西部落現在禁止在這個地方獵捕蝴蝶。那慢慢以後這個地方，我們是希望說可以用蝴蝶的生態的保育。那以後帶入生態旅遊，來作為它一個新的發展的可能性，讓它發光就對了。這高檔貨，紅心斑蛱蝶，那有常常看到它嗎？大家都數量不多。等一下，那我拿手機。大家都在這樣，我也要。對啊，睇下看到寶有冇？看到黃金，看到寶石、鑽石，那這個阿妹手機拿出來，天天給它就破。那我也來好了。它有常出現嗎？很少看到，數量不多。數量不多。對，數量不多。而且它今天翅膀有整個攤開，而且其實你從上面拍，這是高檔貨。很少看到的叫高檔貨。可以從上面拍它翅膀打開，對不對？它這個吸管是黃色的。對，虹吸式的吸管，鵝黃色的，很漂亮。它今天很給面子嘞哈。對。它翅膀整個打開讓我拍我怎麼拍這麼好？都是平常都是做什麼？人的童心會因為刺眼長純真，會因為刺眼長純情。今日，你掠到太細人的，撲到天內檔來記錄紅心斑蛱蝶熟睡的過程。我相信有一種生活到都市度，唔是悠高嘅平靜。韓國無本年老，無本男山夫變動泱泱，鏡頭嘛唔會個重點點，嗰種眼裡獨飛嘅感覺。本來開始理解廖先生，做嘛做得的一個清苦的地方，尋到輕薄的靈符。老師，你之前是文字工作者，是資深的編輯，對不對？那從這份工作，然後到現在變成就是這麼成功桃米社區的它的再造的這個推動者，那你中間的這個心情轉折，你怎麼看？
我觉得做记者的时代就是比较批判嘛，那从批判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到后来会觉得很无力，只是好像在告不回家。但是我觉得是说，当我们从记者的工作结束之后，其实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其实很多所谓的结构性的这些问题，那这些社会问题，其实都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对，那我们从20-30年前的我们在《人间》杂志的时期所做的那些报道所看到的，包括许多的弱势族群的、原住民的、农业的、工人的这些困境，到现在依然是困境啊。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假设我记者不干了之后，那我有没有什么可能去做一点什么事情，是有一个地方，然后可以长期工作，然后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所以那时候选择来埔里，也是有这样的一点点的想法了。那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参与的地震重建。那从地震的重建过程里面，我们就在想说，那是不是应该还是要有一个点，先把它做出来，一个大家可以看得到的、可以接受公平的，一个重建的模式，让社区的人在各种不同的这样的状况底下都知道目标，那个所谓的愿景的所在。那所谓的这个失败或者是个挫折，其实都是在文化冲突里面的一些必然。那当我们愿意去面对这些挫折跟困境的时候，它才有办法在融合的过程里面再转化到一个新的可能。那在他们，我觉得我们相当的觉得有机会是什么？因为社区里面有一层中间的这些干部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认同，而且他们也投入他们自己的时间、生命跟财产，都在往这方面去跑，而且他们自己真的是有概念的，几乎是在社区内部已经不是。我们新故乡基金会在做社造，而是靠许多的朋友，他透过各种不同方式在社区里面做社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很深刻的去感受到说，这整个社会结构透过社区营造的参与的过程之后，人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怎么样有所改变的，而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变的那种可能性是透过什么样的过程？我觉得是看到一种人跟文化在这个过程怎么样有一种新的。转变的这样的可能，所以我们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是在学习。对我来讲也是一种成长。这个是我们在日本的3.11地震之后，我们在直辖岛内部办一个祈福的活动。不管是xã區演出，也係地方產業嘅重生，除咗結合頭擺嘅文化，和全新嘅思考模式。因為情感因素，將係土米xã區做得到在後重生嘅主要原因。頭擺啲玻璃有當人係意思用藥嘅形態，不過按用嘅優勢，未因為採地嘅人對環境太超過嘅使用，本按將嘅用藥嘅差唔多會切脫。廖先生講，土米xã區能擺10年嘅眼鏡係恢復用藥嘅王國頭擺嘅獎。禮拜記得去本用藥嘅來主圖掠啲土地嘅信息，今日錄定伊嘅安排。老先生向下談定怪行，韓國啲水草之間清記到電影下嘅生涯。我想，較多一系列對自然嘅友善，可能係能為人類真重要嘅課題，因為土米所創造嘅唔係神空嘅想法，係對生命嘅尊重。這金針花這樣大隻，就是保育類的。這片啊，這片明珠女子歌劇團。那一件，而且就我们明珠女子歌剧团，不好意思，请问是明珠女子歌剧团吗？是。请问您是团长吗？你好。你好，我是张善伟。嘿，我跟你约好，我客家电视台。嘿，你基本上大家拢咧。嗨，大家早。你们都大家现在是在化妆哦？对呀。这么早就要表演哦？因为今天有一场比较小场的演出了，我带他去赚一个外快。还有外快可以赚？那我可以跟你们去吗？如果你不怕的话。不怕。歌仔戏有什么怕不怕？来进来。我可以进来吗？漏了，看一下。不好意思哦，打扰了。我是张善伟啦，唔知大家敢唔熟悉哦？有啦哦，这样我好担心。你好。你好。好出名嘞！真的哦，谢谢，你们更出名了。
我袂归寿猪啦，你无大无小。阿朱阿朱姐啦，可以的。好，阿朱姐吼，啊，你拄仔讲要赚外快是啥物外快？啊，佫会惊啊未？我会惊无是啥物外快？遐恐怖。毋是啦，因为咱即种行业吼，就是讲较特别。歌戏。毋是歌戏，这就是丧事的。啊？丧事啊，有爱唱歌戏，我毋捌看过咧。毋是歌戏，因为咱这歌戏的人，就是为着生存吼，逐项拢爱学。即种顶头的文化吼，是为了看咱较无起啦。有时安怎看袂看，安怎看无起？伊讲哦，你咧做顶头，其实这种东西哦，你若无有艰辛的人去做，别人嘛毋敢做啦。叫你画，你就唔敢。啊，恁呢？而且然后太甲讲一下，你还团长的猫啦，就团长的女儿啦。那一开始接触到要去商家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跳商家，你会觉得不好？其实那时候是不会排斥，是因为跟爸爸妈妈是就都有接触到，也不会怕。其实是上学的时候，就觉得说，真的是同学知道我们在做这个会排挤我们，或者是说会笑我们。笑你什么？啊，在做西人哎，哎呦，秋脸什么的。啊，你们呢？我们啊，我们要钱就好了，有钱可以赚就好了。啊，你们呢？我们啊，我们要钱就好了，有钱可以赚就好了。大家拢入来拜一下来，后请大家拢入来拜。好嘞，啊，即摆对神主拜拜，甲你讲有请咱即个看蒙天吼，叫咱保佑甲插做咱神主呀，啊，咱即摆即个看蒙天要来甲伊拜着到老咧，哦，请大家做备者吼。民族五支歌剧团嘅团名，系对基因歌神嘅团长李志明，由现任团长许书族梁公婆名嘅亲密杂史来嘅，创团52年，在歌戏讲紧庆贺嘅时代，佢哋要是独到。不过，天天歌戏讲紧变化嘅，粒粒破破沉沉嘅草屯民族，要是做卖肉嘅团嘅落体所演出团体，人生就像希望嘅。接下来老公嘅位置，苏主子伊嘅婚姻家，伊是一家大兵，更加苦命运下来。2000年遇到纪念过身嘅老公，剧团推出旧年新戏《民族演》，过后嘅12年，佢哋差唔多年年都有好戏。2006年到2012年，佢哋行下连续7年得到文建会嘅优秀负责团队。就算安尼，我向20人嘅团员，戏班呢都经常要靠看网店安用嘅民俗衬头来补贴剧团嘅开销。文化付出系同重要嘅，不过喺无看戏嘅观众，驶来驶去嘅野台，就像係无尽嘅梦想。你信仰就变做支持戏班嘅唯一嘅力头。我为着生活，一定爱找头路来做，哦，维持这个演员，互伊有饭通食，互伊3顿会当过，哦，这是阮团主的责任啦。你无想用悲伤来讲佢哋嘅故事，无论你万人看到都会心酸，你就会完完全全嘅真实生活，你就会少年会记到无法撼动嘅勇敢。我想文化传承，上次就像係表演艺术嘅真古作，化一个伟大嘅强家，我记到佢刺激，
啥唔记得掠规路行来，记得出现日日都会吃饭，要是要有观众，然后记得恐下行到死的眼梦。大拍角就会更加伟大的表演艺术，都是要终身的自由。国家对表演团体的付出做唔得讲少，不过最根本的问题是你正经动手培养看戏的观众。这我拖不赢吗？咁唔可能，我拖。来，你快拖慢慢。我拖。出来了，快出来了。哦，对，哦，这你以为？哦，这当你以为？哇！要行喺度？你冇我家己来。你就无面做，你来，走，我家来。拖不动也要装一下，真的有虫啊！你也是有练过哈？大家几十年来都这样。来，下昼要来讲咱下昼要演出的歌戏吼，要做打金鸡，头台就是霹雳，吼，恁两个主帅，彩色的都是两边的机关啊吼，拍就是大连环，一定要拍大连环吼，参记副帅，吼，请记二路元帅来。啊，咱无看到二路元帅，你真嗨！我就是二路元帅哈！阿弟啊，惊啥已经无够人啊心，啊，有歹甲你这老，我都毋是伊的对手啊！啊，你老的哪有法度？来讲你莫看老的无去，安乐山若听到伊的名哦，苦胆3分。阿弟，你有影无影无骗的，试看卖就知。收兵。同志，将先科剪刀。用给民警搞。将先就是搞并过弄来子的刀。咦，搞安尼，你手咧，你手安那比？布幕前喊动的搭戏台，布幕后的人生要动精彩。团员跟化妆、数组团装、跟讲戏，无人为了曙光的条路停下来。因为到野台戏演出以前，1點鐘要準2點鐘來用，我想也就係人講的緊鑼密鼓。就算係同熟悉的戲出，所以化妝完成，落單新腳都會彩排。見安部3歲的恩係我的師兄哦，冇唔錯。團長錯愛，我小弟我演出的係2、3檔的魯巴山太王，還加係面紅無白的嗰種哦。足感慨就是講，即馬吼觀眾流失啦。以前我做查某囡仔時代吼，即馬若聽到講咧做戲吼，暗時仔的時陣哦，迄山頂攏有迄火啊一拍一拍，啊，阮想講，迄是咧創啥？當時是夜鼓啊火，因為山頂要落來山骹看戲吼，暗啊，攏點光啊火吼。安尼行規排安尼，安尼行来看，嘿，行來看，行規點鐘久安尼來看伊呢。規戲棚骹吼是安尼甜啦。啊，今仔唔敢買遐濟人。今仔無啊啦，因為即馬就是觀眾流失，所以互阮足感慨就是講吼，伴一世人的歌戲吼，平平是藝人，要聽到講甲咱即個傳統的歌戲吼，譜啊聲足濟吼，很少。戲劇的就像團裝上的安尼，規個戲棚下是由一個觀眾聽聽，無等到上台的時間，恩就已經到戲棚當睡落覺的。不過，除咗恩，所有的團員還係親心親力來表演，因為就算想唔到第一種，沒有出聲恰演，傳統歌戲會沒落有眾多的原因。像係出身繁複嘅離俗社會，生活嘅步調夾嘅，人老人之間嘅關係淡嘅。當然，事情忙碌嘅高度發展，要留漫發嘅傳統名戲帶入嘅救唔轉來嘅困境。不過，就算係交配火柴，你還要去提倡有條做得結聽嘅人，啲你為到後生人，希望宣傳出那法律嘅世界。留一啲啲嘅預算，教會現代觀眾讓佢看戲財富咩以後。韓國，你聽出嘅真是有名神故嘅事件，雖然是喺火力嚟聽聽，唔過係講係你安尼唔注重佢，佢絕對會留文化扯手嘅。你講是朋友，
行到了，牛皮路加海水无行到了，牛命都加予爸无行到了，牛看到加枪山无，牛汤到北宫小男嘅小生行到了，好嘿好好台湾啊！好嘿好好，阿美下。